2年前，在台南市安南区所设立的水上运动中心，除了提供专业选手训练，其实也开放一般民众划独木舟等体验，成为水上休闲运动很好的环境。当然，随着运动风气的盛行，很多人也习惯打球、跑步，但却不知道肌肉紧绷需要放松，甚至有受伤的风险。所以林鸿辉传承父亲从事推拿的基础，进一步钻研运动按摩，取得证照。今年3月开启了专门店。你好，今天有什么哪个部位比较不舒服的吗？我大腿这边前侧很酸痛。林鸿辉从评估选手整体身体的不适，到锁定局部紧绷，以筋膜刀来舒缓，以及徒手加压等手法，完全依照个人量身来调理，也让专业的龙舟选手不去一般传统推拿，选择运动按摩。一般的按摩的话，通常都是你哪一边酸，他就帮你按哪一边。可是他会帮你评估说，是不是因为你的哪一边，譬如说脖子的问题，导致你的腰部会酸痛之类等等的都有。那他会去推，然后帮助我们运动员的恢复期，在比赛期间的恢复期会更快一点，可以继续投入下一个练习。确实，主打深层放松与提升身体机能的运动按摩越来越兴起，而且也不再是运动员的专利。一般上班族或运动健身，只要觉得身体僵硬，或希望尽速能够恢复运动疲劳，都是很好的选择。不止运动员需要运动按摩，然后一般民众像久坐的上班族，或是一些劳工朋友，他们都很需要做身体的放松，可能定期可能1个月，对，或是他平时有不适感，然后已经超过1-2个礼拜没有得到缓解的，对，那建议会先去医院做一个评估，如果你觉得有撞击过，或是脚踝有扭伤、肿胀感的，还是建议先去医院做拍 X 光，然后医生评估，医生评估过后没有问题，那他可以过来寻求运动按摩，做简单的肌肉放松，然后加速它的修复。这样，业者表示，至于民众如果有骨松、近期开刀、高血压、心血管疾病等问题，需要运动按摩，还是得先寻求医疗评估，才来进行舒缓调理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